亞洲嘅經典之一，大家可以感情如何留得住，半點知情為留樹不易。我34歲 download 翻隻咁嘅 game 嚟玩，咩嚟㗎？哦，哎呀，好衰㗎！我個女玩到同煎皮哥哥一樣開心喎。咩話？竟然 B 出嚟隻抽，按狗以前貨幾皮嘢喺，點解唔係神之上？我係支持將自己嘅錢變成你中意嘅形狀嘅，但係唔使貨咁多嘅。不過講開打機，就俾1分鐘我介紹一下今次條片嘅贊助商 Sony Hong Kong。Sony 近排推出咗 Sony InZone H6 Air。InZone 係 Sony 主打電競嘅產品系列啊，而且 H6 Air 係我暫時用過最輕嘅一隻 Overhead Open Back 嘅耳機，帶住佢嚟玩啲高級嘅大作，簡直係令到成個體驗升華。就算我呢一種一早爆咗 Death Stranding 2嘅遊戲暖男，帶住 H6 Air 睇翻個 intro 都忍唔住起雞皮。H6 Air 嘅 Open Back 設計令到佢可以減少內部聲音反射，可以更精確咁樣用聲去進行空間定位，啱晒 FPS 同埋玩 RPG 嘅玩家。喺 Sony 自家設計嘅 InZone Hub 入邊，仲可以教 RPG 或者 Bass Boost 等等嘅 EQ 去客製化自己想要嘅遊戲體驗。例如係有 Death Stranding 2嘅合作調音啊，199g 嘅重量做到低質壓，令到我戴住幾個鐘都唔會覺得重同埋夾耳仔，仲可以快速咁樣調校耳機嘅鬆緊。要咪嘅話，佢仲有一支可以就咁插上去嘅咪，加埋都只係211g。另外 InZone 近排都推出咗 InZone Buds 嘅最新顏色 Glass Purple， 特別之餘又冇話好難 carry， 最重要係佢無線嘅同時延遲仲低過30毫秒，啱晒打電競 game 或者對延遲好敏感，例如我呢種成日要剪片嘅人，佢插一次電可以續航12個鐘，唔使擔心要成日叉電啦。H6 Air 同埋 InZone Buds 都可以插手機直接用嘅，玩手機 game 都 fit， 順手 show 埋俾你哋睇。Sony 同埋電競隊 Fnatic 合作研發加設計嘅新顏色滑鼠同埋 mouse pad， 有興就去佢哋嘅官網度睇睇啦。Hi YouTube，嘿嘿，Hi YouTube，各位朋友，相信你都睇過手機遊戲 Tier List 㗎啦。今次咧直接要做第2集，點解咧？就係我哋喺個留言度俾人刷到一棟都冇，多數嘅留言都會講話啊，點解呢個冇嘅？點解嗰個冇嘅？個意思就係咧，其實經典嘅手機遊戲係唔止咁少嘅。所以今日我哋又將會係繼續呢一個 series 㗎啦，入邊包含咗一啲你哋叫春叫咗好耐想放入去嘅 game 啦，有一啲係我哋自己以前有玩過嘅，喺唔同地方都比較經典嘅 game。就算係我哋做完第2集之後咧，我哋都唔會係包含到晒大家心目中所想嘅遊戲噶啦。有邊一啲係冇講到嘅，再喺條片下面留言。我哋今次嘅投票咧，直接係神級、A 級、B 級同埋 D 級，就係你對隻 game 嗰個好玩程度嘅評分。總之邊個 tier 最多人揀就係嗰個 tier。我哋第一隻 game 直接嚟啦 ，Subway Surfer。Chat 有幾多個人有玩過呢一隻 Subway Surfer？一半一半喎，我係2號仔喎，我冇玩過喎，連個 BGM 都識唱。What？來嘢，歡迎嚟到羅馬 Tap to Play 玩。我係一個着緊衛衣嘅小朋友，我俾人拉咗。咩啊？廣告嚟㗎？走啦！咁你就係好似 Temple Run 咁樣咧，喺個畫面度拉下你嘅手指去控制你嘅角色嘅動作啦。咁啊，向左啦，向右啦，然後就食嗰啲金幣啦。我攞咗個 P， 我攞咗個 J，JP 二攞，係咪走得啦？跑得好慢喎，對比 Temple Run。Sleepy， 得分着，我咪 main 咗啦，完美迴避。燈柱，哇咩事啊 ？OK。喂，開始難玩，各位兄弟。吓，點解個獄長一路跟住我嘅？唔係好開心咯，輸咗就要坐監。開頭見到個 GGGG， 但原來大部分都係2號仔，即係有進料。冇人識你啊 ，JPG。冇人識你喎。最不可思議係條肥佬都跟得咁貼。肥佬跟得好貼啊！我有咩事一嘢撞落架車度，個肥佬唔係第一時間幫我 call 車入醫院，佢係即刻拎住我個領想拉咗我。可以開頭啦 ，Subway Surfer， 我想知道吸引位置喺邊度啊？可以換角色，係啊，咁好玩啊！冷淡咗少少添，所以話呢個 game 有好多技巧，例如蜻蜓點水，是跑 online 嗎？好 ，Subway Surfer 聊天室表示係 B 料啊，中文名叫地鐵跑酷啊。咩話？竟然 B 出嚟隻抽，好多唔開心嘅朋友而家喺度揼晒地咁樣。但係又講唔出啲咩道理，就係可以同我講到，唔係啊，可以換人㗎，唔係啊，有蜻蜓點水㗎，唔係啊，都講唔出啲乜嘢，可以學英文，我攞本字典出嚟，點睇？冇啊，講咗咁耐都冇人覆我，等咗1分鐘啦，下隻 game 啦，哎，學英文，下一隻 game 叫做 Talking Tom 啊，Talking Tom 有隻貓咪，好似急尿，做咩啊？點玩啊貼？喂，屙屎啊！佢想我俾78蚊港紙，就係為咗唔使幫佢屙尿啊！喂 ，Talking Tom，Hello，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你講嘢幾好聽喎？咩啫？喂，聽唔聽到啊？咩啫？Hello Tom， 喂，太多廣告了。喂 ，Talking Tom， 喂，聽唔聽到啊？喂 ，Talking Tom， 喂，好唔好玩啊 Chat？ 好好玩啊 Chat， 佢跟我講嘢喎。我個女玩到同煎皮哥哥一樣開心喎，即係for細路仔咧，原來係一隻好 game 嚟嘅呢一個。俾你哋開頭先，唔好嘈住先啦，我哋大人講緊嘢，細路仔唔好插嘴。講緊嘢，細路仔唔好插嘴。咁
咁啊 Talking Tom 咧睇落就似係你對住支咪講嘢咧，佢就會係模仿你所講嘅嘢啦。但係佢就要係舉起咗隻耳仔開始聽緊嘅時候咧，佢先會聽你講乜，然後去模仿嘅。咁而家咧就似乎係多咗一啲功能係食嘢啊、屙屎啊、氹佢開心嗰啲啦。咁我就係嘢啊，屙屎啊，氹佢開心嗰啲啦。我未見過一隻貓係咁唔吸引，我只可以咁講。我未見過一隻貓係咁唔吸引。有2票神級，1票 A 級，10票 B 級同埋9。有2票神級，1票 A 級。收嗲，係啦，就啲啦，唔使講咁多啊！我都係投9也不㗎。細路仔可能幾啱玩嘅，因為有少少互動性喺度發生緊啦，可能係即係你同佢講嘅，佢同我講翻嘢喎，即係可能中意玩嘅小朋友嘅家長，可能就要諗一諗啊，係咪自己俾得唔夠關注自己嘅小朋友咧？係啊，諗下唔一定係嘅，係咁啊！聊天室就係投 D 嘅啦，唔使講咁多，咁快就有第一個 D 級。講真，我哋呢啲經典遊戲，我冇 expect 過會有咁低分嘅東西。下一隻啊 ，Puzzle and Dragon， 我係完全唔識玩，冇玩過，亦都唔知個吸引力係喺邊度？我需要大家教我點玩啊！日文都唔識喎我。Hi， 我係啊，唔該，係登錄緊嘅，好撈緊咁嘅。Tiff 姐已經幫我哋 download 晒㗎啦，一早就冇 expect 過呢一隻 game 入到嚟，仲要 download 咁耐。Puzzle and Dragon 似乎咧就係要將下邊嘅豬連成一線，然後就要整啲 combo 咁樣啦，就射落去。其實一直唔明點解係轉，明明係撥豬。咦？你今日玩咗撥豬嘅每日任務未啊？咁啊？難聽咯，可能係真係日本神魔，好似係 Puzzle and Dragon 先嘅喎。呢隻 game 你冇角色玩嘅話係瞓 game。咁點樣獲得角色啊？各位朋友，抽能力買帳號抽，俾錢抽，會送石俾你去抽嘅，即係可以乾嘅，可以乾翻嚟嘅啲角色都。但係就當然係俾錢會最容易攞到啦。唔識玩家第一次玩到 Candy Crush 咁。Candy Crush 第一次玩係好有感受嘅喎，佢嗰啲 Sugar Crush 咁樣嗰啲係離晒嘢嘅喎，但係呢一度我個體驗就仲未開始咯。好，睇下啲 gameplay， 5年前嘅 tutorial。OK， 佢轉緊啦，啲聲係幾有多巴胺嘅。打 boss 啊，然後隻 boss 係綠色嘅玻璃啊，各位朋友。係，咁啊自己跌落嚟嘅時候就有機會會直接形成一直線，就再多咗個 combo。隻 boss 死咗啦，咁似乎呢一隻 game 係想你用時間去投資咗落去，你就會覺得好好玩，因為你將你自己嘅時間轉咗做個技術，然後嗰個技術可以喺個遊戲入邊俾翻嗰個回饋你。所以如果係有認真鑽研呢一隻 game 嘅話呢，就會投神咯。我估係會話後期係算術大賽咁得噶啦，各位朋友唔好意思都要講，如果係要靠算術嘅話呢，我係投 D 級噶。但係當然係因為我冇玩過啦，佢啲冇文化嘅忽都係豬心算。但係跟你哋啦，聊天室話呢個係神級啊！好，下一隻 Pokemon Go， 我諗算係第一隻比較 lean into AR 嘅 game 啊。佢個特色係咩呢？就係你拎起部手機，佢個鏡頭影住嗰個地方就係個世界，然後你要喺現實嘅唔同地方度去捉小精靈，唔係寶可夢，係小精靈。咁嗰陣時咧，細佬我就非常沉迷到 Tiff 姐幫我整咗一個 slide。10年前啦，呢一張相係 crazy。第一次停留捉 Pokemon， 第4次停留，唔知道第2、3次發生咗咩事。我哋去咗悉尼歌劇院嗰度去捉 Pokemon， 第5次啦，第7次，你好似講到我出咗去好多次咁，明明就係同一日着住同一件衫。仲記得嗰陣時屋企樓下有茶餐廳係據點，有人狂開櫻花樹，搞到茶餐廳長期滿人，好明顯係店長搞噶啦。記得當年有晚喺維園附近捉貝貝龍，有人大喝一聲喺嗰度，成百人喺維園跑去海邊撈。真唔真啊？你想象一下嗰陣時呢一樣嘢係幾咁劃時代，個人本身都會諗住唔出街噶啦，但係就係為咗捉 Pokemon， 佢哋專登全部出晒去街度。然後你想象下 MK Rex 嗰陣時喺維園有貝貝龍，喺嗰度啊，貝貝龍喺嗰度啊，之後大家就攞住部相機咁樣衝過去捉，哇！幾熱血，幾浪漫。我想知道聊天室入邊有幾多個人係有玩過嘅先？捉貝貝龍我好似有份 MK Rex 可能一齊捉過。過咗10年之後，喺某一個直播主嘅聊天室度講起捉 Pokemon 嘅經歷，發現咗原來係10年之前一齊捉過貝貝龍嘅好夥伴。你哋可以 PM 相認翻，我就嚟流眼淚啊！太熱血啦！呢個兄弟情，似乎我哋嘅聊天室係大部分人玩過喎，我冇遇過有一隻 game 係咁多人玩過嘅喎，犀利喎！大家而家可以開投 Pokemon Go 啦 ，Pokemon Go 係咪一致認同神級呢？我係投神級㗎。而家都係一邊 Pokemon 交孵緊蛋，一邊聽緊大哥嬲。原來仲有好多嘅人玩緊，186票嘅神級，crazy！ 我冇遇過會有一個咁高分嘅遊戲喎，唔使講咁多，就算我唔 show 俾你睇點玩都好，大家單憑自己嘅記憶都已經係俾咗個神級 Pokemon Go， 好嘛？我有個朋友一日同隻狗上咗3次步。聊天室入邊嘅狗隻朋友們，跟住攞咗主人部機投緊 G 啊，好開心喎！你諗下啲狗，因為平時喺度又翳又西，就係叫啲主人同我落去啊咁樣。依家都係9也 G， 狗冇好，我想休息啊！有啲料到，呢個神級係冇走雞。好，下一隻遊戲跑跑薑餅人。哦，哇，有女嘅。
He who is brave is free。勇者是自由的。薑餅人表示好驚啊！燒死我啦！好熱啊！好熱啊！我唔可以俾人生勾勾食咗㗎，快啲幫我逃離呢一個焗爐啊！跳係，爭啲俾人食咗，但係我哋未安全㗎。等我教你點玩啦！呢啲係啫喱嚟㗎，食啫喱去賺分數啦。哦，完美迴避咗添。當你嘅能量冇晒咧，你就跑唔到㗎啦，所以要食藥喎。呢個咩嚟㗎？有好多唔同嘅，哇，好肥，肥到可以打爛啲叉嘅。OK， 小明薑餅人，係時候要玩啦！教學議員，準備，係啊！嚟嘅，勁肥薑餅人，同 Mario 有咩分別 ？Mario 係個阿叔，薑餅人係一塊餅。咩事啊？我哋餓得滯啦，薑餅人仲要食嘢，咩話？勁肥薑餅人，凍到要屈，點解佢個樣咁奸詐嘅？咩事啊？新嘅模式係咪啊？玩一場先。咩話？薑餅人要逃離現場，簡稱薑逃係咪？我唔知道薑餅人原來有頭髮嘅喎，兄弟，你見唔見到佢啲頭髮隨風飄揚緊啊？幾邪喎！但係你嘅操作就好簡單嘅啫，淨係得跳同埋鏟地，你要食啲唔同嘅 power up 去令到自己可以過到某啲嘅地方，然後係跑到自己冇能量為止㗎，係咪？應該死咗㗎。咁啊，大家已經係睇到薑餅人點樣玩㗎啦。而家可以正式開頭，各位朋友。係咪淨係得我一個人覺得薑餅人個頭有啲似之前嘅煎餅？你話事啊？應該係啊。咦，好近喎！我自己咧覺得係攝時間料，我投 B。太多呢一種遊戲啊，要我玩嘅話，我會玩第二隻。可能第3集嘅時候，我會同你哋透露少少。OK， 答案係 B 啊，你哋投。下一隻2048，各位朋友，你要做嘅係咩咧？將佢哋拉埋一齊咧，佢就會變咗做下一個數字。咁將個4同4拉埋咧，又變咗做8㗎咯喎。咁拉下咧，就可以令到佢哋變成2048，你就爆機咯。基本上就係疊加上去。咁啊，點睇都係數學遊戲嚟嘅。我好似係有少少卡關。冇事，搞下笑啫我。32啦。呢一隻 game 經典，以前好少呢一種咁純粹嘅用腦遊戲，因為第一次嘅用腦遊戲就係我哋之前講嗰隻啦，小鱷魚齊洗澡定唔知咩，唔記得咗個名。但係呢一隻係毫無任何嘅規則㗎，又唔使上網，全部嘢都唔使嘅，就係咁簡單嘅一個 app。但係當你拉到2048嘅時候呢，你就會好開心。我可以透露一樣嘢俾大家聽，就係我係冇成功玩到上過2048㗎。冇興趣，我哋都做其他嘢。但係根據聊天室2048係神級㗎喎，估唔到大家咁中意數學喎，睇嚟你哋都有啲料到。下一隻 game，呢隻呢就係我以前玩咗好耐嘅貓咪大戰爭。呢一隻又係一個要玩好耐嘅時間。佢有個提醒我哋唔好沉迷喎，各位朋友。遊戲開始，你係做啲乜嘢呢？基本上就我當係 reverse 塔防，你會有你嘅兵種啦，就係你啲貓咪，咁你就要去儲錢，咁你夠錢嘅時候呢，就可以生一隻貓咪出嚟。咁啲貓咪嘅樣子係非常奇怪㗎。你唔同我講呢隻係貓咪大戰爭嘅話呢，其實我係唔會覺得佢哋個樣係貓咪嚟嘅。嚟嘢啦，佢哋生多隻貓咪大戰爭唔好沉迷。好啦，我哋開始打佢座塔啦。轟爆佢個塔就係我哋贏咯。咁但係當然而家我哋係玩緊最低 level 咧，就係睇落會比較低智少少嘅。但係玩到後邊係食腦啦，又食時間啦，因為你每一場都比較多投資嘅個時間係。抽角色都幾難。暫時嘅所有手機 game 咧，啲人嘅 suggestion 啊，係抽角色太難啊。如果有啲咩廠商聽到呢一條片或者直播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自己嘅手機 game 嗰啲角色易抽啲，喺其他地方 cap 水。起碼攞到隻角色先，然之後要佢哋去做啲嘢，去令到你嘅角色可以真係變成佢哋心目中嘅模樣都好啲啊！但係你連角色一路都攞唔到嘅話，其實好勸退啊！就係咁啊！最基礎嘅玩法就係生你啲兵種出嚟，然之後打對面咯。每隻兵種都有唔同嘅操作嘅。嚟啦，可以開頭貓咪大戰爭 ，Really need to hear this。大優惠，貓咪大戰爭6週年，貓咪大戰爭，貓咪大戰爭。呢隻好玩啊！但係我諗日因為多合作活動可以抽角色。God music。哇！佢畫翻晒開場曲嗰啲做貓咪嘅喎，我自己唱咯，我都識唱啦，我識歌詞啦，日文唔難。呢啲咪就係我想要嘅聯成咯，呢啲就係藝術啊！你哋投貓咪大戰爭係咩啊？神級啊，神級啊！唔使講機，貓咪大戰爭神級。下隻 game Smash Hit， 我諗係歐美啲嘅東西。Tap to throw ball， 打爛佢，打爛佢，打爛佢。當你打爛一個波嘅時候，就可以攞多3個波。好舒壓，係咁打爛嘢。哇，咁樣大走。有啲吧，各位朋友開始越嚟越難啦。如果你連續打中10個咧，就會有好多multi ball 啊，用到滑滑，瘋狂打爛玻璃，舒服。我諗你哋而家睇緊嘅時候，可能會覺得我好弱智，做乜嘢啊？打爛嘢做咩啊？但係唔係啊，原來打爛嘢係咁好玩嘅。幾傻，聽到啲玻璃聲咧，好舒壓。無限波波，哦，進水嘅寧靜。哇，打人，好似 checkpoint safe。操作極度簡單，就係你撳邊個位，你粒鋼珠就喺邊一度生出嚟。你要做嘅嘢就係打爛啊！
就係咁噶啦隻 game。呢個真係細個開始玩，而家都仲玩緊，咁犀利。好，大家投一投票先。以前電話功能冇咁好，我記得以前玩呢個機部電話熱到煎蛋。投票結果係咩啊 ？B 級。講真，雖然我個口講話好舒壓好舒壓，但係佢的確係攝時間了。B 級了，都係喺飛機上面冇上網會玩嗰啲手機 game 咯，可能係。下一隻，唔知道你哋有幾多人有玩過 Chat？ 好低能噶 My Singing Monster 係要用好耐嘅時間先入坑嘅，冇人玩過，有冇搞錯啊？佢係玩咩嘅咧？你就係唱歌嘅怪獸，佢又要我寫幾多歲喎？我34歲 download 翻隻咁嘅 game 嚟玩，嚟啦，買隻蛋，等隻蛋孵。好，我哋放低我哋隻怪獸先。冇錯，每一隻怪獸就係有自己嘅 beat， 有自己嘅聲音特色。而我哋嘅呢一隻石頭怪獸就係打鼓。然後你係有唔同嘅怪獸可以整，你係可以砌自己嘅歌出嚟㗎。唔好啲料住我先，我嗰時玩咗勁耐。你叫咩名啊？呢隻怪獸吓 Stream Dog 有冇第二隻啊？我想 show 俾佢哋睇你點樣可以砌到首歌出嚟啊！係有屬於你自己嘅歌喎，可以作曲喎。嚟啦！好正啊！你識條鐵咩？啲我呢度兩隻嘢咋？你自己諗下，你可以構建一隻咩嘅歌曲出嚟？其實如果揾得好，根本係作曲平台。曾幾何時，大哥都有一個成為音樂家嘅夢想。唉，想同大家一齊玩下啲音樂，點知你哋咁冇文化，你哋班忽忽喺度話我，覺得我係弱智仔。開頭，可以有其他嘅島，每個島都有唔同嘅怪。呢位朋友就應該係識啲嘢，有文化噶，應該係一隻唱歌怪獸嚟噶，佢係。冚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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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冚，佢冚冚聲啊！過一個星期佢哋翻嚟同你講好玩，收皮啦！佢哋邊度夠膽認啊？佢哋呢啲懦夫啊，自己偷偷地 download 咗嚟玩，玩到課晒金又剩啊，都唔會夠膽翻嚟同我講啊！佢哋就係會偷偷地喺度。唔好俾尖狗知我玩緊，因為佢笑到我 PK。一定唔會講啊佢哋，但係可能我玩下玩下喺後邊見到咩話？呢個名咁熟口面嘅，呢啲咪識嘢咯！神代開環已經即刻去咗 Steam 度 download 咗唱歌怪獸啦！你哋呢啲唔識嘢嘅傻仔喺度笑功，聽日就喺度嘣嘣嘣咁樣。我細個會同我阿哥比賽，然後阿媽做評審。幾好，家庭樂。唉，萌怪合唱團中文名好啊！下隻 game Mega Jump 好似小朋友上樓梯咁啊，係嘛？要 tilt to move 嚟啦，準備啦！咁細力嘅，點樣跳高啲啊？OK， 類似係咁，就係你要搖晃你部機去令到隻跳躍嘅怪獸飛嚟飛去。咁食銀仔啊，或者係企中嗰啲彈床咧，都會向上跳嘅。用你個手機嘅 gyroscope 嚟玩噶，我覺得係咁簡單噶，有啲印象，想玩了。我覺得我玩得幾好，贏咗。喂，你話贏咗咩？會唔會變種嘅？輸咗，各位可以開頭啦。冇 WiFi 可能會玩，係啊 B 料我都係覺得係 B 料，佢係攝時間嘅遊戲嚟噶。講真，我哋而家個 list B 料嘅全部都係冇 WiFi 嘅時候攞嚟攝時間。下隻 game 亞洲嘅經典之一 Zookeeper Start Battle 隻 game 幫我哋揀緊啲敵人，應該就係玩家嚟嘅。咁我哋要做啲咩咧？就係轉珠啊，轉！我而家零分嘅，好難玩喎，老友啊！咁你就會打對面嘅，根據你嘅攻擊同埋防禦，然後就會掛住同你哋講嘢添，掛住同大家一路解釋，所以玩得唔係太好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呢個 game 喺 NDS 度玩，細個零式 NDS 應該都幾好喎，個操控講真，可以用筆玩。其實我可以用 mouse 喎，開外掛了。5連射，有啦，哇，拔下啦，我哋巴閉啦，有啲料到喎，我哋而家突然之間如有神助。OK， 贏咗隻大笨象啦 ！Zookeeper， 大家投咩咧？都係小弟當年嘅青春。話說因為要同人 battle，結果我發現兩個人一齊玩，除咗可以掂下對方手底，增加同類親密度之外，幾乎對戰必勝。玩 Zookeeper 玩到掂人哋手仔啊！核突報警，贏咗隻 game，輸咗條女，真係喎！抽完人哋水仲要撳砌人哋喎！唔係，即係隻 game 上邊撳砌人哋啊，怒贏人哋。好，結果呢一隻 game 係第一隻 A 級料啊 ！Zookeeper，耶，終於都有 A 級料，係開心噶。今日嘅最後一隻啦，各位朋友，頭先已經有人問啊，大哥個 tier list 有冇 zoom 啊？以前中學見啲女同學玩到隻手仔掃到好似無影手咁，無 zoom zoom 係個 tier list 會好失望先。唔使失望啦，呢位朋友係 zoom 啊！有冇人有玩過？佢讀枕啊？你玩唔玩枕啊？望見都驚了，我自己覺得咧呢啲轉嘢咧就係好難玩嘅啦。你頭先睇我玩 Zookeeper 都知我咩料。米奇 Plus 咁每一隻嘅公仔都有佢嘅特殊能力嘅，練得越多就越高分。OK， 三個。佢嘅特色咧就係同以前嗰啲轉珠有少少嘅分別，就係在於佢係有物理系統噶，佢係用佢嘅物理系統令到啲枕咧係彈落嚟噶，所以我自己個人嚟講係覺得好玩過嗰一啲好有限制嗰啲咧，淨係可以轉某個位咧，又難睇又剩嗰啲咧，係咯。關，咁左下角咩嚟噶？哎呀，好衰噶米妮，
我啦錫人嘅，我就係因為有老婆我先唔撳啫嘛。Last bonus。玩呢個 game 真係要手速快。好啦，可以俾你哋開頭啦。阿枕枕係咪啊？以前見好多人玩，點完第一粒就好似悶悶咁，係咁掃個悶。係咁掃噶喎，我頭先都係啊。大哥，Disney 呢隻 game 係我第一隻開發的 game。Zoom 係你開發嘅，快啲俾晒啲角色我，唔好講咁多經。偷開外掛。可否 chat 都派一隻角色收皮啦？頭先邊個講我賣 Say Monster D 級嘅，全部冇收皮。以前係流行到特登出埋街機版，見到勁多妹豬特登去機鋪玩呢隻 game，因為好似玩贏咗會跌啲扭蛋公仔出嚟。咁我已經係想出去玩啦，攞鼻貼都好啊。好，最後一隻 Zoom 神級了，各位朋友，最緊張嘅時刻嚟啦！我哋而家投票神之上2048可以行開少少。爺 Pokemon Go 係贏好多喎，唔使講經。岸九以前貨幾皮嘢喺 P&D， 點解唔係神之上？因為岸九嗰個係我啊，幫你硬食啦。貨咁多做咩？貨少少咪算咯。我係支持將自己嘅錢變成你中意嘅形狀嘅，但係唔使貨咁多嘅。OK，我哋嘅聊天室呢，最後嘅投票結果就係顯示 Pokemon Go 成為神之上。始終 Pokemon Go 我覺得係因為佢係第一隻 AR game，同埋真係引到好多人行出街度啊，識到 friend 啊，振興經濟又成啊。我覺得佢係實至名歸嘅。然後畫面上面就係我哋第2集嘅經典手機遊戲 Tier List 啦。漏啲咩 game 嘅話，歡迎喺留言區嗰度講低啊。未睇第1集嘅話，而家即刻撳入去睇，快！